大家好啊！首先我哋有請校友會嘅副主席張建峰先生咧，作今日賽事總結，有請。我覺得其實佢本身係識佢哋係啦，因為其實我喺10年前其實喺度教波，係啦，咁呢班都叫做高足啦，都教完之後，你波都係咁上下啦。辛苦大家，好多謝各位校友同埋今次係臨時加嘅，特登想揾啲現在讀緊嘅同學翻嚟聽嘅，因為我哋好想現在嘅同學都知道其實由聽日個校友會好耐㗎啦，今年係25週年㗎啦，係啦，30週年，sorry，係啦，咁你哋嗱好多好知道有年班嘅，除咗幾個係3班或者4班。咁嚟緊你都畢業㗎啦，咁第一件事就呼籲大家加入校會啦。咁就係嚟緊再有活動咧，都希望大家參加，同埋我哋會有一啲宣傳嘅媒介咧俾大家去留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校友會嘅活動。咁我哋嗰啲校友咧不停咁翻嚟玩，去懷念自己嘅小學生活。OK， 咁不過咧都喺度特別咧想咁話咧，其實我哋喺42號咧，其實搞到好大活動咁，應該在校嘅同學都知啦。咁但係離校嘅同學咧，可能係唔知嘅。咁不過有幾位咧，其實當日有份表演嘅，係啦，就係我哋為咗咧係慶祝我哋學校表演同事40週年咧，就舉辦咗個音樂會。咁咧有好多位校友咧翻咗嚟幫我哋手，咁亦都請咗A 團 B 團共114位嘅同學。一齊上台表演啦！咁亦都請咗郭鴻嘉、郭佩宇校友咧，同我哋一齊去表演嘅，係啦。咁當日非常之多，我有好多人翻嚟睇，係啦。咁有180位同學一齊去奏校歌，呢個我都幾難得嘅，係啦，因為我都係第一次聽到表演奏校歌呢個情況，係啦。咁亦都聽到咁多人唱校歌，亦都好難得大家重見一隻校歌，係啦。我上面之後啊 ，OK， 好多謝今次711嘅策劃呢個活動咧，都非常之龐大，又要招呼同校友啦，又要準備好多個彩排啦，咁好多謝今次籌備啦，技術支援啦，同埋台前台後嘅工作人員，咁希望嚟緊，其實我哋學校都就快20週年㗎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支持翻我哋學校，咁亦都希望師弟師妹可以繼續翻嚟幫手去搞啲活動，為我哋嘅學校增多一點嘅光彩。咁今日比賽好嚟講如果有啲咩嘅意見，大家喺WhatsApp通知我，因為我哋都想改善一下嘅。咁好多謝大家啦。咁其實我哋都希望每一年都有一個類似咁嘅比賽，但係佢哋足球嘅，可能係籃球啦，都諗緊啲新嘅乒乓球都有機會嘅，家長啦，校友可能參加呢個嘅嘢。咁亦都可能會有啲叫校友嘅嘢啦，嚟緊咁，希望同學可以一齊翻嚟去享受下啲我哋以前嘅快樂時光。咁我哋謝啦，咪先，多謝各位。我估咧讀緊嘅小朋友會認得我嘅。咁如果啲校友可能今次第一次見面啊，咁我喺啱啱嘅2025年9月咧就接任咗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啦。咁其實咧已經係我做校長生涯嘅第3間學校。咁數一數四咧，我都有10幾年嘅校長經驗㗎啦。咁我接咗一間好發展得好好啦，亦都好完整嘅學校咧，咁都係我嘅，即係都係我其中一個祝福嚟嘅咁。咁啊，正如頭先一張相講啦，其實2個禮拜前咧，我又參與咗校友會同我哋自己管弦樂團現屆嘅同學仔咧一個好大嘅表演。咁我喺最後尾講嘅謝詞嘅時候咧，我都有講其實要用即係校友會搞活動喺小學上面，其實好艱難嘅，因為你好快去到中學，可能你跟住咧嗰啲回憶咧就係翻去幫手，可能就翻中學，未必翻嚟小學。咁但係右邊咧有一個好好嘅傳統，就係大家都願意翻嚟。我記得2個禮拜前，我同啲同學仔講，得閒就翻嚟學校咧 jam 下歌啦。咁
咁你哋咧，我就要再講一次，得嚟翻嚟學校咧就打下波啦咁。咁希望今日咧，你哋應該同我都一樣睇咗一日好精彩嘅體育運動。咁而我本身亦都好支持體育運動嘅，因為我覺得咧做多啲運動咧係自己身體最重要嘅本錢。希望大家多啲翻嚟打下波，唔該晒。多謝晒。係頒獎啦。咁首先咧，我哋會頒發公開組嘅聯賽師嘅。咁有請聯賽嘅優異獎皇家大燕聯。
好，跟住我哋班佛亞軍啊，保皇黨黨，保